今仔日10月17是台湾文化日，罗河基金会串联30个文化团体，发起文化形态活动，找来5个少年人为台北顺着罗河杜聪明的脚印，行到彰化，一路来拜访到武港街站的乡亲，透过这个对话交流，要来找找台湾未来自主的出路。 在农村武装青年乐团主唱的歌声中，5位少年人要为台北启程进行文化行脚。因年纪上小18岁，上大22岁。在罗河基金会号召之下，要行台湾现代文学之父罗河甲杜聪明读册期间做伙行过的认同之路。 台湾这个土地想要更较有进一步的人性，甲要看因的学长，咧开业的情形是安那？ 文化行脚活动选伫台湾文化日这日天开始，前后10天，将会经过桃园、新竹、苗栗到台中彰化，一路拜访无共街站的民众，甲第一线的文史工作者交流，嘛希望讲透过对话，找出台湾未来自主的出路。趣味的是，这5个内面，唯一一个查甫囡仔是台湾到菲律宾的新移民2代。 嘛，希望讲透过行脚活动，加深对土地的认同感。我在台湾长大，我是必须来参加这个活动，去了解不同在台湾不同地方所发生过的历史跟人文。这个活动会将5个少年人所见所闻全程记录，要找回属于台湾的珍贵价值。